次离场都要提醒大家哦，各位，自己的东西要带走，别人的东西可以提醒他带走。好，记得哦。另外呢，地上的垃圾帮我们把它拿到后面的垃圾桶，可以让我们辛苦的联盟工作人员早点休息。各位，本周永远记得6日的感觉。接下来下礼拜2到外野，记得别人怎么对我们的。